間係整親啦，自己受傷唔想，亦都唔想傷佢。當然啦，呢啲咁就屬於一個友誼慈善賽。靚嘅一個波，朗拿度，老二兩個搞，哇！咁密你都搞得幾得，真係入波！哇，冇得頂啊！兩個搞5個啊！如果從個慢鏡睇下啦，朗拿度咁啊追翻啦2-2。哇！所以睇到啊昆諾斯嘅笑容，來屆執教皇馬嘅，哇！有啲咁嘅球員俾我揾，真係夢寐以求啊！你睇下朗拿度呢個波，俾阿老二回翻俾個朗拿度，一個後踭鋤過嚟，跟住心口一照，跟住一黐翻個波落嚟，左腳射4下動作，後踭一鋤，心口一照，右腳一浪，左腳射，哇！都真係有晒功架，雖然都未及得上咧，就當年啊比利嗰招咁勁。咁但呢嗱後踭一鋤，再講一次啊，心口一照，膊頭，跟住右腳一黐，左腳翻腳一射，哇！真係正到不得了。雖然話列卡度咧已經係飛身去撲都撲唔到啦，